时钟的修理。一个山内人去过年佚佗，看到逐项都真稀罕，特别看到时钟真新色，一个对仔害一个害一个，两支渐渐的煞位，有时阵锵锵叫，真好听，讲是要叫人停困，也是要叫人食饭。伊买一个介大个下倒去，山里的朋友拢来看，真稀罕。总是有一日，迄个时钟害去，对仔袂害，占袂煞位。伊就把对仔甲两支针摕去迄间时钟店，讲：师傅啊，甲你买的时钟害去啦，摕来要拜托你修理。师傅讲：好来，我看卖咧。伊就对袋仔摕对仔甲针出来，讲：即个对仔袂害，即两支针袂煞位。师傅讲，毋是遮个家己底害底煞位，是内底个机械底互因害互因煞位，遐个机械无体来，袂修理的。人毋是骹甲手会做好代志，是心内底要紧。咱着对心底有信仰，来诚做心内细正个人。耶稣救赎咱心清气，咱着行好事来荣光伊。